讲到这中度风台小犬继续往台湾的方向过来，而且这风台结构真完整。气象署也推测讲是拜三时啊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，有机会伫咧台湾的东南部或者是恒春半岛登陆。明仔开始呢，北部地区会先落雨，再来是花莲、台东，那中南部地区会较晚。也讲伫这落大雨的时阵呢，是有可能是来到大雨以上级数。按算呢，在今仔暗时11点的时阵来发布海上警报，上紧明仔载下晡就发布陆上警报咯。中度风台小犬继续向台湾方向挖近，为卫星云图会当看到伊的结构完整，宽流18个块，目前位置伫台湾东南方海峡大约600-700公里海平上。气象署有估测伫半暝仔1点半发布海警，上紧初3下昼就会发布陆警。以这样的路径看的话呢，当然第一个有可能去涵盖到这个范围，自然就是我们说可能登陆地点的比较偏花东、恒春半岛一带这样子。那后续延伸它这样的路径，比较影响的就是南部的各个县市哦。气象署研判拜三到拜四是风台影响台湾上明显时间，伫台湾东南部到恒春半岛一带登陆几率悬。初日开始，北台湾会先转为有雨的天气。拜三到拜四，随着风台瓦境甲外围环流影响，北部东半部落雨明显增加，尤其华东地区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有可能出现大雨等级以上的降雨。它中心登陆，风的影响也会变成比较加重，特别是在这个台东到屏东之间，降雨的热区目前看起来主要的降雨热区还是在整个宜兰花莲的交界，花莲、台东以及屏东，特别是在恒春半岛一带。虽然海上风台警报还未发布，也毋过台东外海风险已经渐渐增强。富冈渔港有渔民将船只绑好势，提前做风台准备。也有渔民出海作业才5天，即马佫拄着小犬风台，加上淡薄季风来临，渔民的生活真受影响。出去才4、5天尔。当年拢这个时阵，淡薄几风开始行，你有看出来拢淡薄几风啊？台东县卑南溪也因为淡薄季风甲外围环流影响，河床口起风背沙。因为这摆小犬风台可能和东部、东南部山区出现局部大雨等级以上的降雨，所以包括日本国家森林游乐区、嘉明湖、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拢会陆续休园。林后树林北地森林园区、垦丁、双流甲长基国家森林游乐区是初4、初5有景先休园。自然步道也暂停开放，民众千万唔通上山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